哦，芭比搞这，法官搞这，我出去一个礼拜，会对敢有人，我看袂到。有同学刚语文。哦好，我出去一个礼拜。好，我去看了。好，咱搁继续来读吼。1643年5月15号即天内底，搁包一寡其他人所写的日志吼。即马读的是其中一个叫做佩岛，即个中尉伫个归人遐所写。写讲伊去倒位啊？我煞袂记。去，我看，我现伫头前。哦，对，伊去即个淡水河的上游的所在吼，就是去，即嘛叫实际啦吼。歹势。好，转来结果，咱继续来读下吼。1643年5月15号即天内底，佫包足侪其他人所写的日志吼。即嘛咱所写看是伊其中一个叫做佩岛的中尉，伫咧淡水即只即个佩岛的中尉吼。但是伊即个日志所写的是伊去淡水河上游去巡视国社的时阵所写的吼，是1642年12月开始，12月初8开始写起。主要是咱昨昏啦吼，读到主要是就是去即个水塘骹遐，咱有甲遐一个较早水塘骹叫做邦氏社吼，邦仔氏吼，歹势邦仔氏，我毋知是读邦仔树啦吼，可能是邦仔树的款吼，邦仔树，咱有甲迄个伊基表课内底关系的，等于是甲即个实际即个所在的历史吼，重新认捌一下安尼啦吼。咱今仔继续搁看咧吼，12月11号吼，其实12月11号昨有读一滴啊，但是咱读无了，咱今仔搁从头搁来读。所以你会听来，昨昏就发现讲伊伫中华的物件伫写吼，所以可能今仔个听了中华的。12月11日，早起伫厝地收到一寡新鲜的食物，为此，所以互因一寡薰草。中尉有感伫讲，伊伫厝地对公司已经无可效劳之处，所以决定要离开。伫个约差不多9点钟的时阵离开即个叫做 Rajagan 社吼 ，Rajagan 就是邦仔树社吼，就是实际遐啦吼。天气袂歹，上述 Rajagan 社伫个瓦郡李族河就是淡水，可能是归人河啦吼。也瓦郡一座山的所在吼，属伫头岭北纳的辖区吼，管辖的所在啦，北纳。即个头岭呢，住伫迄个李族社吼。约伫咧中昼的时阵，阮来到麻里一号社吼，这是另外一个社名叫麻里一号。酋长叫做塔贵，伊赠送一寡汉字甲其他物件互阮。无久了后，阮就离开。渐进，这个是啥物所在啊？是上游啊，应该是下游啦吼。约伫下晡2点来到李族社吼，伫遐的居民已經知影講中尉伫個熱切間社買一寡黃金，所以呢，有2個居民來中尉遮，因同齊帶來價值9厘的黃金。中尉就對因遐甲即寡黃金買落來，對因的表情看起來，親像敢若閣會當買到閣較濟黃金，但是真顯然，即寡居民也是有真侪顧慮吼，毋敢阮來展示迄寡黃金。因惊讲，阮会甲因的黄金拢夺走。阮伫个厝地吼，厝着一寡新鲜的食物，为此呢，就互因一寡薰草。中尉决定讲，因为伊也无想要转去厝吼，也无想要转淡水啦吼，所以要找2个有意愿的居民，甲阮所摕到的新鲜的食物送落去。伊找着人，下面约定好。
约定好了，但是无偌久，因就搁解约，讲因毋愿去，因无爱去吼。中尉就问伊讲，哪会当安尼啦吼？因就讲，因就搁再一遍含伊搁约束一遍就对啦吼。啊，即个中尉就答应因全部要求，但是呢，因也是表现甲非常的顽固，非常的真坚持就对啦吼。因此呢，中尉就感觉真为难，而且非常生气，所以就威胁因讲，因必须要做即项代志，啊若无就会看因，就试看觅讲伊会安怎来对付因啦吼。所以因就因此才惊起来吼，才慢吞吞吼，就大来接受落来吼。阮就送因2包薰草作为因运输的工资吼，就是因要载一寡新鲜的食物去淡水嘛吼。大家则约伫下晡4点钟同齐离开黎族社，嘛交一张批吼，德批互迄个上述即寡居民，叫因甲含即寡食物同齐送去互下设商务员 Peter Han。到暗时啊，阮则含上述2个居民分手，命令因爱尽量较紧去吼。阮就是伫即暗吼顺利来到卡地亚社。卡地亚社我看下底注脚有写22。小等吼，速度就慢。22卡地亚，此处就是伫遮所写的卡地亚和南部的卡地亚家庭啦吼，是共名，但是异地，就是共一个名，但是无共款所在吼。卡地亚是卡达尤的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叫做达达尤社，达达尤哦，汉字是搭车迄个搭吼，搭讪即个达达尤啊，尤就是悠然见南山吼，但是无迄个心吼，汉字就安尼写吼，达达尤社。卡达尤的另外一种写法吼，叫做卡地亚吼，卡达尤。一般是认为讲该社是伫咧归人河南岸的达尤附近。王家英认为讲，伊必定伫咧归人河北岸位移，什么意思？这是看什么意思啊？王家英认为以必定在基隆河北岸为宜哈，我读安尼你听有？我相信你嘛听，必定是毋是地名啊？看即个所在哈，我毋知哈。你若住伫台北的，可能伫即只看知影即个所在吼，必定。好，较大约伫咧，反正就伫咧归人河边啊啦，我嘛毋知伫倒位吼。我开只地图。哇，足慢着。好，22，拄则22伫倒位？卡地亚社吼，开只地图一个。归人河，我是对台北无熟啦吼，但是
即个归人河其实就是差不多是沿含即个国道1号吼，高速公路1号，差不多是平行就对了吼。南北东西向安尼吼，对淡水河一直到内湖遮吼，到即个内湖科学园区就是上山即遮吼，伊则归人河则往南吼，挖对，毋是往南吼，当然咱是讲溯游而上吼，就往南吼，到即个饶河街遮吼，啊再搁往东去吼。往即个十字阁安尼，其实我大约较有印象吼，就是若安尼讲起来，其实伫个国道1号吼，拢看会着嘛。较早住伫台北新竹的时阵，若坐公路局的车去到台北吼，啊看到即只，就知影要落高速公路啊吼，看到即个。我较早毋知影即是归人河啦吼，就是说看到即个圆山大饭店遮嘛吼，就知影啊，就会看到即个归人河，因为迄遐较平坦吼，遐无啥物河边伫个溪埔边嘛吼，迄个 view 较宽啦吼。好，咱转来日市遮，卡地亚社吼，讲阮伫个阮含迄寡居民，迄两个居民分手了后吼。因仔尽量较紧去淡水啊，阮就伫即暗顺利来到即个加迪亚社，受到两个酋长，一个名叫做伊利斯，另外一个名叫做伊拉帕。吼，受到即两个酋长甲一寡居民非常友善亲切的欢迎，并且用因的风俗来款待阮吼。今仔日天气还算袂歹。12号透早。中尉就甲伊所载来的物件展示互即只酋长看，并且呈送因两个人下礼的物件，就是半尾圆的7根印花布、2包薰草、1匹空眼布、2个大的甲4个细的即个茶的螺啊吼，木梳子吼，1面小镜、2小刀、4角形的即个金箔含。一个动手款吼，中尉就甲即两个酋长讲，阮来因遮的目的，讲若是讲伊朋友来去阮遐吼，就像因去归人领取因的机啊安尼，阮就会含因完全友善相处吼，含因友善斗阵吼，好好斗阵。伊相信讲，因会来安东尼奥城堡含阮要求安尼关系吼，相信讲即寡卡地亚人啦，会照因所讲的去安东尼奥城堡吼，来建立即个关系。啊，即两个酋长就宣称讲，因伫个归人并无停种因的土地吼，虽然讲伫遐有领取因的机啊，迄是因为讲惊阮会对因做出大生气的代志吼，所以因相信讲即面机啊会当。免伫遭受即种生气。另外，即只所写含头前写，感觉佫重吼。我有时仔想讲奇怪，我是毋是佫读毋着去安尼吼？本来人足清醒的，读到遮安尼，啥细心。再去归人去领出机啊吼，含头前所讲的差不多。不离个呢，因伫个近日吼，前往淡水去停种因的土地吼，最近因就去啦吼，并且阮来请求讲请求会当有完全亲密友善的即个关系，阮着伫厝地摕因18只鸡，并且为此来付出1里尔半。所以迄个中尉就决定讲要离开厝地，因为伊看到伫厝地已经对公司佫无可效劳之处了吼。又佫来一句话，所以伫个约早起10点钟的时阵，就是上午10点钟离开即个村社，即个卡地亚社是一个真舒适的所在吼。近我拄则头前所讲的迄个黎族河边，黎族河归人河啦吼，即马看应该是归人河，约有50间厝，住真侪居民，是属伫迄种头领本纳伯的辖区吼。即个头领
统治即条黎族河一带所有的村社，约咧伫下晡3点钟伫上述即条河流，拄着阮伫本国月11号派遣送针落去去迄个下游的迄2个黎族社的居民吼。因有炸一张下设上员 Peter Han 先生所写来德批吼，偌久就伫即个河流，为着公司的工作，用2里尔居民买一只艋舺吼，艋舺船吼，伫暗时来到即个黎族河的终点是倒位啊？到底是下游啊上游啊？转属库布干河哦。所以终点应该是接淡水河遐吼，转去另外一条河，等我看一下，可能是倒一条吼。毋知倒一条吼。咱来看伊会对注脚。库布干。库布干是倒一条？23注脚23。我特别日语吼，要等足久诶。好，23出现。库布干又搁写做西布干吼 ，CIBOCAN 吼，本来是 CUBOCAN 吼。或者是西巴贡 SEBACON 吼，这种可能是即马台北市树林附近的红溪流洪迄个洪吼。参见王家英的《大台北》这本书，47页。等下吼，什么所在说袂记？树林啦吼，树林北投树林是伫倒位啊？关岛峡哦，树林是伫。树林是伫，就是圆山饭店遮附近尔咧。即只哪会算着终点？当然，迄当阵的河含即卖河是毋是出河口无共，我无介清楚啦吼。就是讲伫遮嘛，树林遮吼。好 ，OK， 咱就是当做遮。哦，红溪。附近一条叫做红溪，我看是毋是即条？伫个儿童乐园遮，或者是台湾科学教育馆遮吼，文林路文昌桥，我看嘛。哦，外双溪啦吼，即条是外双溪，含红溪咁关的。我查一下红溪即个事吼。红溪，伊级别可有收红溪吼。也称作南红溪，我毋知是读黄还是红啦吼，我着读红啦吼。是伫咧台湾北部，属伫淡水河水系，是外双溪的支流。上游称作永明溪啊，这是即卖的称呼。邦顶桥，哎呦，有一条桥，就是叫做丰顶桥呢吼。就是我念了恁大家我毋知，但是应该是毋知，但是
伊安尼介绍吼，上游伊佫称作阳明溪，发源伫阳明山国家公园的7000山小油坑，然后经过德甲湖过邦顶桥，然后汇入去另外一个发源伫德甲湖西边的源流，叫做下湖溪。了后，伫顶北投一带汇入去支流指明溪，哦，或者是有人叫做乌树骹坑溪。了后，就则称作凤溪，吼。然后伫高东附近汇集来自花岗地区的支流上溪，了后成做北投区甲士林区的边界河流。最后伫外双溪沿溪道路的建德桥。就是士林的司法院、法官学院以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办公厅社边啊，注入去归人河的支流外双溪。所以伊含外双溪毋是共一条吼，是外双溪的支流。读规部结果其实我嘛无介清楚是毋是？我有看到一条细条啊，会高啊。毋知是毋是即条？就是即条，无毋对。我看 Google Map 有飘即个凤溪即个字伫遮吼。伊是等于是南北向的吼，对北边流落来吼，流到即个差不多拄则讲的即个儿童乐园遮，注入去即个外双溪吼，所以即条是凤溪。即条凤溪就是拄则伊讲的，王家英讲，即个社叫做区宝干社吼的所在吼。区宝干社，OK。所以因对归人河来到即只吼，咱转来伫遮，字卡23，我搁爱搁扭起来吼，23。扭起搁小一下。伫暗时来到即个黎族河的终点吼，转属区宝干河吼，往上游航行。天黑以后，狂风暴雨大作，河道又搁有真侪浅滩，航行甚感困难吼。迄时看见即个河边有一个虚浮的细间厝啊吼，内底无人，所以阮只好伫迄间小厝吼，细间厝啊来过暝，因为真冷，12个吼，所以呢，大家都用尽办法，找真侪插头来吼，做到夜即暗，阮大家拢需要的程度，就是会当用来起好啦吼，兄几暗的吼。夜间天气算袂歹，好，过来12月13早起约2暝的时阵，邻近的基耶纳索多湾社吼，有几个居民，我著会对字卡24，我等下我无想要搁扭落来，太慢了吼。反正就是附近的即个社吼，基耶纳索多湾社有几个居民，因为夜间看到阮士兵点好吼，所以就来阮遮，真稀奇来看见讲阮伫即遮，因就问中尉讲阮是啥物人。是对倒位来？中尉就甲情形甲因讲了后，因就带领阮，带阮步行前往因的村社。因为即个河道是浅滩吼，所以阮的舢板就无法度上游来航行吼，水伤浅嘛吼。所以今仔日就留一张纸，互即只村社居民来命令因伫8天内爱运400支竹仔落来，
运来了后，就会当得到阮所要赠送的物件。如果若是为零，就要发音3只 D。阮对即个村社的居民买2只 D， 付出4厘尔半。即个村社是伫咧内陆，居民约50个到60个人。阮伫遮无停偌久吼，就搁离开。该段几啊，即个村社的居民用行的前往西堡干社吼。即个西堡干社进前讲哦。进前是讲转属即个区某干号，啊，即嘛是讲，就是红溪啦吼，啊，所以即嘛是该动即个村社居民用行前往红溪的边，其中红溪边仔一个村社吼，叫做西堡干吼，约伫咧上午9点钟来到即个社，受到2个酋长吼。非常亲切的欢迎甲款待，佮2个酋长吼，名无共吼，一个叫做 Paramo， 一个叫做淡水吼，名就叫做淡水吼。中尉就甲因讲阮的来的目的，因为因已经向阮来要求友谊吼，因要去归人领取旗仔，就是已经表示安尼，所以阮就。阮嘛爱因安尼做吼，因真友善来请求，佩岛中尉真友善来请求因吼，嘛相信讲因会来阮遮来要求友谊吼。中尉派人去向即两个酋长甲居民来宣托，间谍即位官所留互阮，要命令居民归属顺服阮的迄寡条款。并且问因讲是毋是愿意遵行即寡条款的每一条啦吼，并且服从阮吼，必须爱心内想的含喙讲的相像吼。因讲是愿意遵行迄个条款，但是真特别提起讲，当有人摕一面看到一个印仔或者是记号的青龙旗吼，青龙旗的注卡字吼，我等下再看吼。如同要互因的迄面青龙旗安尼来到因的村社，互因看，安尼因的长老就随前往归人去聆听，并且遵行遐的政府甲因讲的命令。最后，因总算答应要和即个附近的村社同齐来淡水。因宣称因的土地并无天征互阮，虽然对归人领出因的旗仔。讲，迄是因为惊阮对因大生气，相信有即个旗仔才会当免除即种各种困难。因嘛答应讲，将伫咧最近要来安托尼奥城堡来听证因的土地，因的长老拢会来，而且会照指示叫因的居民带因的物件来和阮交易。所以呢，所以中尉就送因一寡物件吼，即寡物件等下再来读。咱来看一下下底注卡25青龙旗。先说看一下24，迄个什么社，落长迄个什么社，伫咧红溪边啊吼。红溪，我看一下红溪地图。北平是一直探到倒位去？探到永总，探到永总天母永总遮吼，搁去哩吼，搁会当搁去哩到天母公园，搁去哩到。佮去到即只，毋知我毋知影即只要安怎讲，伊着分车吼，着两条上游啊，分做2条，东北甲西北，无应该讲直接通北平去吼，着2条，一条是东北，一条是北平吼。东北即条嘛是叫做红溪吼，至少 Google Map 上
顶头是安尼写红溪啦吼。定东北即条探到对呢，探到西无路，但是伫西无路即只是啥物山？即只伊佫分做2条啦吼。阳明山温泉遮，所以红溪你直去哩，就是到阳明山温泉就草山遮啦吼。一条会当探到阳明山的中山楼遮，一条是到即个关西迄个水墙吼，卷枝瀑布遮。好啦，但是佫去哩，佫当然佫哇。佫落长啦，咱就莫讲啊吼。离红溪就是安尼。好啊，我拄则扭落来是要看即个下底主卡，咱无看。25主卡青龙旗，咱青龙旗小等下再看。24就拄则讲咱落长的叫啥？吉安那苏多万社，讲是伫咧库宝干附近吼，伫咧即个库宝干社附近，可能是。起马索多湾，或者是起马索毛小昂社、毛少翁社吼，伫个即嘛台北市树林即只吼。好啦，好25青龙旗，自1568年伫荷兰发生80年独立战争了后，原本是柑仔色、白色、蓝色3色吼。白蓝佮柑仔色吼，以后渐渐就改做红、白、蓝3色。1650年，荷兰政府明定红、白、蓝3色，3色旗是荷兰的国旗。对日治这段本文知影讲，伫个荷兰时代伫台湾使用的青龙旗已经是红、白、蓝吼，毋是柑仔色、白、蓝吼。啊，旗仔顶可能有 VOC 的字样吼，这青龙旗就是 VOC 旗啦吼，红白蓝 VOC 旗吼。好，这25注卡，咱转去第几只？扭起来还佫等。25，哦，所以呢。中尉就赠送这2个酋长下列的物件，就是一个William的7根印花布、2包薰草、烟卡顶地，这毋知啥物件吼？2个大的甲4个细即个茶水啊，吼茶螺啊，吼一个小镜，2小岛4角形的金箔，甲一个动手环。中尉还佫命令这2个酋长爱伫8天内派人载800支竹仔落来，运来了，载来了后呢，因就会当得到奖品。啊，若是违令，要罚3只猪吼。这拄则毋是拢读过。啊，这2个西北公社的酋长真诚恳来向中尉请求，允准其他人到因遮来吼。因此显然会当看出，也对因的表情会当看出讲。因特别介意西那人吼，伊佫因为阮伫厝地处置一寡新鲜的食物，所以呢，爱互因一寡薰草。伊落伫咧中昼的时阵离开即个西北公社，即个西北公社头前写西北公，后壁写西北公吼，一个 I 一个 E 吼。即个西北公社伫咧河边，但是因为浅滩或者是沙洲。船只无法度通
郡瓦，必须伫咧距离该社约略半里的所在，都爱落，都爱即个起山吼，爱上落啦吼。对遐再用行入社，社内有足侪间厝，但是居民人数不详吼，毋知。约落伫下晡3点钟，阮来到即个西北公河的尽头。西北公河阁是对一条河？哦，西北公河就是红溪啦。因为拄则是讲这什么区北公哟。着区埔干啦吼，区埔干、西埔干啦吼，搁这什么？搁拄则读的这，叫做西北控啊，这拢共款的说，拢共款。西北控、西北控吼，所以这个西北控河就是洪溪啦吼。到下晡3点钟，阮来到一条洪溪的尽头，进入淡水河口了后，中尉就决定要派迄只含阮同齐随行的即个艋舺载一寡新鲜的食物，甲一张德批下游去互茶室上务员 Peter Han， 所以阮就溯淡水河上去吼，溯上游嘛吼。约落伫咧暗时8点钟，来到一个称作武柳园的村社，发现居民拢逃出该社咯，只有伫迄个社里找到一个居民，伊袂当互阮啥物指示啦吼，只敢若讲伊住伫对面迄条蛙顶河边，蛙顶河下底有注卡26吼，等下再看。因此只好由伊来带领阮前往对面的土果站社吼，注卡27土果站。到遐以后，受到居民非常亲切的欢迎。今仔日天气还算袂歹。好，咱来看蛙顶河甲即个土果站社2627。稍等下吼，我电脑毋知怎会嘟嘟叫。好2627蛙顶河台口啦吼。台口就是佫毋知影即个啥物所在，倒一条河吼，可能是伫台北邦桥甲新庄一带吼。土果站社台口可能伫咧台北邦桥甲新庄一带。我来看一下地图吼，洪溪接外双溪接归人河。归人河搁接淡水河，但是毋知吼，因为即嘛是归人河是涉过即个社岛嘛吼，是毋是伊较早就是直接对社岛即只站过安尼直接到即个接淡水河，这毋知吼。但是讲即个叫啥？土果站吼，台北邦桥新庄，我看嘛，邦桥新庄，社啊，家己泸州，哦，这马云上熟的所在吼，今仔日敢若无来吼，泸州邦桥新庄是伫倒位啊？新庄邦桥这，安尼可能是，对，伊就是迄个
泸州三重埔即只淡水河搁即个上游去吼，到就会经过邦桥新庄吼。你若上游看去，正手边新庄，倒手边是邦桥啦吼，就是东边是邦桥，西边是新庄吼，安尼好。好，来继续转来日子遮26、27，搁又去，哎呀！大个又准哦，啊无咧又过头，我大个等下食超的。26、27，之后由因带领阮去到对面迄个土谷站舍吼，到遐了后，受到居民非常亲切的欢迎。今仔日天气袂歹，12月14，早起阮搁再一次到往上述的武柳湾舍，即斗伫遐看到6个到8个居民对因遐买着6只鸡，总共付出半里了，搁再离开即个村舍，前往土谷站舍。这以后无偌久，该武柳湾舍的酋长来阮遮吼，伊的名叫做一扫。伊嘛捌对贵人领出机啊。虽然安尼，伊却声称讲伊犹未将因的土地听证出来，不过是答应将伫个近日前往淡水来阮归顺。中尉就问即个酋长，为何伊和伊的居民会逃出因的村舍？伊回答讲，伊的居民以为讲阮是要来因大受气吼。中尉就答复即个酋长讲，阮来因遮无为别项，只是为着要来更新阮和因之间的友谊吼。所以呢，中尉就搁赠送即个酋长下扫下列的物件，一个大个甲一个细的即个螺仔，一面小镜，一道四角形的金箔，甲一个动手环，一包薰草，半马印7根印花布，甲一道脚底琴节，就是应该是布的名。中尉嘛命令即个酋长爱按照留互伊的迄张纸条所写吼，伫个8天内派人载600支竹仔落来，为此将会互因公平的奖品。但是如果违令，爱罚3只猪。即个酋长下扫呢，就中尉请求讲，伊愿意甲伊的任命讲，叫因遵守即个命令。但是如果中尉会当同齐去互因的居民看，因就会愿意遵行吼。此外，伊嘛真恳切来请求，请阮毋通阻止新仔人去因遐。看起来，因真介意新仔人吼。约落伫个中昼的时阵，阮离开此地，航往武柳湾舍，但是途中因为暴风雨甲浅滩，无法度适合航行，只好中途下船吼。中途上山啦吼，毋是起山上岸吼。用行前往该舍，就武柳湾舍，来到该舍，受到武柳湾舍的酋长甲居民非常亲切的欢迎，所以就赠送即个酋长甲另外一个人下列的物件，就是2道脚底琴，有一个大甲一个细的螺仔，一小岛金箔，一个动手环甲一包薰草。即个武柳湾舍酋长声称讲，伊的土地犹未听证，虽然伊嘛已经伫个贵人对阮领有因的机仔，领出因的机仔，但是呢，因是中尉坚定来答应，会伫个最近要来阮来听证吼。中尉嘛命令即个酋长爱遵照伊的纸条，伫个8天内派人载200支竹仔落来，因会因此得到赠送呢，但是呢。相对呢，若是违令，就要罚3只猪，并且为公司的工作爱即个酋长买一只艋舺，付出4厘半；为日常的粮食买鱼，付出
3/4里尔。即个武流湾社吼，的酋长甲居民嘛拢声称讲，当建的指挥官 Johannes Lamotius 阁下来因的村社的时阵，表现甲遮尔嚣摆野蛮哦！为什么我一直咧读这相款的物件？那亲像伊伫遐之间有一个村社的贵人所表现的安尼吼，毋知你写啥？伊因的人对伊完全无爱理会，无爱插伊吼。颠倒是伫咧各方面尽可能来反对伊，而且还阁想要甲伊含因做伙的人拢甲刣死。啊，若无因着要伫咧伊入来以前，家己甲厝放好烧掉。因还阁特别敢问，讲拉莫蒂斯是毋是一个基督徒？阮因为看到因非常憎恨，非常怨恨即个。厌恶即个该建的指挥官阁下吼，但是三队呢，即寡居民确实真感谢梅乌尔哈罗西阁下。为什么伊一直 copy and paste 的？我先读个。不用 help 啦，我咧惊一个，因为伊对迄寡所表现因为伊对因所表现的恭敬甲友谊，并且答应该。哈鲁斯阁下愿意完全服从伊，并且要接受伊做因的父亲，愿意尽力来协助伊。对因的表情甲做法嘛，会当看出因真介意中尉佩多。完全 copy and paste 安尼，拢无一句绕口语啦。这是你写什么意思啊？看无啊？好，约了伫下晡5点钟，阮离开即个武流湾社，搁再一次进入托古站社，前送酋长瓦定下咧个物件吼，相款吼，半马印的即个7光印花布，一道卡体琴节布，2个大甲4个细的木穗啊，2道4角形的金箔，一个。动手圈2包薰草，甲一件水手用的被单，以及一领查某人的裙，是属伫中尉的。这是你写啥？中尉是查甫的啊，并且伫咧厝地为着公司的工作买2片棒、2片茶棒，付出半里尔。此外，另外阁有支付半里尔买鱼来做日常食物。此外，还阁处置一寡新鲜的食物，为此有送出一寡薰草。今仔日天气袂歹，哦，伊伫咧安尼读迄个烧香的内容，读甲我啥？好，12月15，早起中尉命令即个酋长瓦定爱伫咧8天内载200支竹仔落来。并且会为此来赠送因物件吼。相对若是违令要罚3只猪啦吼。即个酋长甲居民讲，当建地指挥官拜托毋通阁来啊！当建地指挥官Johannes Lamotius来因村社的时阵，表现甲遐尔嚣摆，就亲像伊伫遐之间有一个村社的贵人所表现的安尼，伊伫所因的人完全无爱插伊。相对呢，都拢尽量来反抗伊，真想要甲伊含因斗阵的人拢刣死，并且还佫特别敢问讲，即个拉莫蒂斯阁下是毋是一个基督徒？因此，阮真清楚看会出，因非常的憎恨即个建地指挥官阁下。但是，三队因真感谢梅乌尔哈罗斯阁下，因为因对因所表现的恭敬甲友谊，并且承诺将完全服从哈罗斯，并且接受伊做因的父亲，愿意尽力来协助伊，而且对于即个中尉佩多对因的表情甲做法，也看会出因真介意佩多。中尉就决定，阮要转去咯，阮总算要转去咯，因为伊看到伫厝地已经对公司无可厚劳之处，因此无偌久就离开塔古建社。阮就下游来到半里的所在，拄着北投社的一个居民，中尉就将2道卡体起剪布啦吼，一个细即个木穗啊，2道金箔，一束蒜糊甲2包薰草，交互伊，
请伊带转去前送因的酋长，名叫做甲库含林邦吼，这两个酋长，并且交予因一张字条，内容是要因尽量较紧来停清因的土地，并且爱伫8天内载400基笛仔来安托尼奥城堡，为此会赠送因礼物。但是三队若是违令要罚赌3只，阮就继续下游航行，要转去淡水啊！哈，感谢上帝哦，莫阁直直安尼鬼打墙哦！我读甲我是来感觉足痛苦诶。约落伫咧暗时啊，顺利来到这个安托尼奥城堡，甲村内即个贝壳啦吼，赠送互阮的翻译员，名叫做 Francisco， 并且将迄个白色的即个手指送互居民的妇女等等。过来吼，搁继续我的日志。我是中尉托马斯·佩多伫淡水安托尼奥城堡所写的日志吼，所以刷落来嘛，阁是佩多所写的，但是是已经转来伫安托尼奥城堡吼，至少袂阁直直阁安尼直直共款的物件 copy and paste 吼。小等我其实安尼，咱读到遮吼，才读到一半尔吼，另外一半即个5月15个另外一半吼。阁有8分钟，咱阁继续读。好，继续我中尉托马斯·佩多伫淡水安托尼奥城堡写的日志。12月16号，晴朗的天气，无特别的事。12月17号，有时透强风，有一滴仔冷。营房的厝顶已经用草盖起来了。12月18号，犹原像昨昏的天气，无特别的事。12月19号，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12月20号，好天有晴朗的日头。伫咧11点钟，阮派士兵将南姆勒出发去归人，伊按照习惯配大步枪，甲一支短矛吼，解动塞纳尔社的一个居民，名叫做三哥啦吼，送一张批去遐，互即个梅乌 Hendrik 哈罗斯阁下哦。拄则直直讲，即个足侪人要认伊做老爸，即个哈罗斯吼，原来是伫咧贵人遐吼，伊是贵人遐毋知啥阁下，毋知啥物官名吼，可能是贵人遐的指挥官啦吼。送一张批要去互伊，暗时又阁开始堆起乌云，并且透强风。12月21号，好天有晴朗的日头。中昼过了无偌久，我含迄个医生，我就是即个佩多啦吼，佩多含迄个医生前往塞纳尔社，伫遐受到因的头目甲居民亲切的欢迎。虽然讲今仔日是礼拜日吼，还是有真侪野蛮人伫咧田里咧收割因的树仔，因为因并无咧过安休日啦吼，也无伫咧即天休困吼。要暗仔时，阮就转来到即个城堡，炸一寡菜脯吼，是因互阮的吼，即寡野蛮人互因的吼，因此阮嘛送因一寡薰草。暗时啊，沙堡港社的酋长名叫做贝罗莫，用15只艋舺载50个居民来到即个城堡头前，沙堡港，毋知是头前迄个西堡红溪社啦吼，我相信是啦吼，朱卡利贝，我甲记落一下吼。哎呀，小等一下。朱卡利贝，沙堡干又搁做写做西巴贡、西堡干、库堡干安尼吼，翻译都是红溪啦，所以就是红溪社吼。
又转去。28吼。暗时啊，即个沙堡间风开社的酋长名叫做佩罗莫吼，用15只艋舺载50个居民来到即个城堡头前，甲伊的土地完全优先来听证互中尉，并且为着要表示将完全顺服归属，还佫带来大丛甲细丛的柠檬树吼，一盒米、一寡姜甲一丛即个金蕉栽吼。此外，还佫运来600支竹仔。为此呢，中尉赠送因一袋卡体起健布、2包薰草、1罐阿乐酒，并且命令因爱交来200支的竹仔，以达到所承诺的数量了后，因就又佫向往上游转去咯。12月2日继续好天，但是下晡就佫开始透强风，有一点仔冷，暗时落大雨。12月23天气还算晴，天气算晴朗。但是真冷，顶头所提及的迄个西堡间社吼，就是风开社的居民，再来所剩的200支竹仔，因还佫带迄面以前带来迄面伊旗吼，青龙旗，伫个是伫个贵人领厝的青龙旗。无久因就佫上游回航。12月24风甲昨昏犹原像昨昏吼，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无特别的事。12月25，哎哟！真罕的吼，特别讲今仔日圣诞节好天有晴朗的日头，下晡有一只艋舺载有武力湾社的酋长名叫做沙利纳恩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再来200支竹仔，这是按照互因的字条所写，爱伫个8天内运来再来即个数量，所以就赠送伊和伊的囝叫做巴罗。以及翻译员吼1包薰草，然后北岛社的几仔居民改动因的头目名叫做加九和尼莫安吼，前来取地，再来30支竹仔，就算入去因所派定的数量吼。下晡就又航行转去，暗时也开始像要落雨。12月26早暗有时啊透大风，有时随着个。渐渐无风，伫咧天光以后，风力就渐渐增强起来，乌云满天，非常寒冷。早起，即个翻译员叫做瓦蒂居的兄弟前来取地，再来100支竹仔，就算起因所派定的数量，为此就送因1包薰草。伊带着迄包薰草就佫离开咯。暗时啊，士兵。将拉姆的对归人转来到淡水遮，再来一张 Captain 梅乌尔哈罗西吼，就是迄个老爸啦吼，诚侪人的老爸吼，诚侪人要认伊做客爸吼。再来一张即个哈罗西的，伫甲和迄边的即个议会吼，的书信批信，日期是本个月25号，啊，就昨昏嘛吼。伫个士兵，伫个即个第一个圣诞节早起离开沙瓦多城堡，吼，就是迄个送批的士兵啦，吼，伫个即个圣诞节早起离开沙瓦多城堡，伊讲有一只艋舺载着一寡所求的物件，随后集中来到遮，吼。12月27，已经时间到。好，后手阁落长啦，咱读到即个圣诞节过26号遮吼。好。